全球首創無人機配送智能化第4代豪宅，開啟理想家園。華發珠海灣佔地4.5萬平方，建面16萬平方，有10棟組成，總戶數係1212戶，為合適佈局，綠化率係35%，容積率達到3.39%。其中有3棟樓係兩梯5戶，88平方、115平方、142平方嘅3居室到4居室。咁其中亦都有6棟係兩梯4戶，戶型係115平方到125平方嘅4居室。咁喺成個小區之中只有1棟係大樓王，兩梯3戶，122平方到240平方嘅3居室到4居室。預計喺明年年底交樓。第4代產品呢個住宅喺外形同埋戶型上亦都有突破嘅。咁佢喺外形之上佢採用咗錯落式嘅設計，3面採光，令到戶型上佢嘅實用率可以達到100%。住喺呢度非常之方便嘅，只要你開車經過興業快線同埋金琴快線去到新香洲只需要15分鐘。咁我哋小區附近大概開車15分鐘可以去到深中通道，連接住我哋嘅深圳，全程嘅時間只需要就係55分鐘。咁另外仲有一個規劃嘅深珠通道，咁深珠通道呢邊會有一條快速線連接住奇澳島，直接嚟到我哋項目，所以喺交通方面都係好方便嘅。家門口就係我哋嘅幼兒園同埋小學啦。咁小學佢就係文源師質教育，就喺家門口亦都有1.5萬平方嘅華發新天地商業。如果你想享受到現有嘅商業嘅話就只需要步行1000米左右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唐家古鎮，享受到唐家古鎮嘅呢邊嘅商業氛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直線距離1.5公里範圍之內嘅力商業廣場。咁喺休閒娛樂方面有3萬平方嘅阿樂亞主題運動公園，5400平方嘅鄰里中心等等嘅生活設施。呢個咁新型嘅智能化小區可以話得係戶戶有專屬嘅停機坪。華發攜手華為、順豐、益航等企業，植入鴻蒙系統、無人機配送等 AI 時代科技，喺屋企就可以接受到無人機嘅快遞同埋外賣啦。咁全屋都係智能化家居體系，仲有天空之眼保護喺小區活動嘅細蚊仔同埋老人家啦。另外我哋嘅小區園林嘅設計係將新加坡樟宜機場同款嘅園林搬入小區嘅，可以睇得到就係垂直立體嘅園林設計，8.6米非暴造景，落樓就可以享受到熱帶雨林嘅體驗啦。接近有700平方嘅梵高星空無邊際泳池，270度嘅無邊際高空體景，而且小區仲擁有3800平方嘅高端會所。另外我哋嘅小區嘅架空層有飯會所，接近20個主題，有5重功能嘅私宴會客廳、專屬 SPA 區，仲有汗蒸區、智能恒溫泳池、全系列嘅專業健身區、體測室、普拉提室、兒童遊樂場、書吧，仲有就係我哋嘅業主飯堂，可以滿足全齡年段嘅業主活動需求。咁跟住落嚟我哋可以欣賞一下就係我哋嘅88平方、115平方、125平方、142平方嘅戶型嘅視頻啦。咁我哋嘅8、9、10棟係屬於兩梯5戶。流動係採用就係雙層錯層式嘅設計，戶型佢個使用率係100%嘅新規嘅產品。每個戶型佢都會有9平方嘅露台送俾你嘅。咁佢雙數層同單數層嘅戶型佢呢個露台佢個方向都係唔一樣嘅。咁我哋以88平方3房2廳2衛嘅呢一個戶型，數層佢係客廳出陽台。咁喺陽台嘅左邊係會有一個差唔多有9平方嘅露台，單數層亦都係客廳出陽台。咁喺陽台嘅右邊一個停機坪嘅露台嚟嘅。
115平方3+1嘅戶型咧係雙數層嘅話咧，客廳出陽台。咁喺陽台右邊咧帶有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單數層咧佢係雙陽台設計。喺次臥帶有約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大家咧如果對於我哋咧呢個珠海灣咧係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咧就係咧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我帶你現場睇房啦。咁我哋嘅1到6棟咧係2梯4戶，流動嘅陽台採用雙層嘅錯落式設計，125平方嘅4房2廳2衛咧，雙數層咧佢係客廳出陽台。喺陽台嘅左邊咧係有呢個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單數層咧客廳出陽台。咁喺陽台嘅右邊咧帶有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咁另外我哋142平方咧，呢個4房2廳2衛雙數層咧，佢係客廳出陽台。咁喺陽台嘅右邊咧，帶有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單數層咧屬於係雙陽台嘅設計，客廳出陽台。咁喺我哋嘅餐廳出嚟咧，會有一個9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嘅。